慶祝澳門特區成立26週年酒會，12月20號上晝喺中葡平台綜合體舉行。行政長官岑浩輝、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華、中聯辦主任鄭新聰聯同特區政府新一屆主要官員以及各界人士出席。岑浩輝表示，回首澳門回歸祖國26年嚟嘅發展歷程，喺中央嘅堅強領導同大力支持下，一國兩制嘅偉大實踐喺澳門呢一片熱土上取得咗巨大成就，澳門迎嚟咗發展嘅最好時期。中央15規劃建議對澳門未來發展作出咗重要嘅戰略部署，為特區發展提供咗新嘅巨大嘅機遇同埋政策動能。澳門將遵照習主席嘅重要指示，更加積極主動對接國家發展嘅戰略，制定好、實施好澳門特區嘅35規劃，響服務強國建設、民族復興嘅新征程中，實現自身更好嘅發展。岑浩輝亦都表示，將積極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充分發揮一中心、一平台、一基地同一高地嘅作用，加強內聯外通統籌部署，積極參與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同大灣區，不斷擴大國際朋友圈，擔當好中國與葡語西語國家嘅精準聯繫人，打造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平台，讓澳門呢一座中西橋樑煥發新嘅時代光彩，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澳門力量。